再来看桃园的市议员柯嘉瑞，今仔指控讲，伊办公室有真侪查某助理，和桃园市政府的官员性骚扰，要求市长张善政得爱重视。市政府是表示讲，因接到申诉了后，就启动性平调查的机制，嘛甲当事人调离现职，等待调查。伫民测普文指控，桃园市府公职人员对女子性骚扰。日落，桃园市议员柯嘉瑞为办公室3位女助理发声，指出有一位助理伫处理营建工程路面落瓦煤选民服务案件，互环保局细听股长言语性骚扰。2个月内哦，我的办公室就发生4起这个助理被性骚扰的情况。那对象呢，都是公务往来的这个市府的公职人员哦。柯嘉瑞同时指出，另外2位助理参加伫机会下乡考察行程，暗顿了后，KT会聚会时，细下顾问不时甲因的手牵条条，甚至也阁趁机会感染，造成女助理心无爽快。柯嘉瑞表示，最近2个月来，连续事件有3位助理受害，已经协助因完成性平通报程序，佮要求桃园市长张善政爱重视这个问题。关于本府有同仁遭到投诉有违反性平的不当行为，本府接获讯息之后，已经即刻的启动相关的调查机制。新闻处回应，市府伫接到申诉案了后，已经启动性平调查机制，除了暂停剩下顾问的职务，要求配合调查。针对环保局细听股长，也成立性平调查委员会，将当事当人调离现职，静态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新店的